从小人之本也，师兄不可以不忠，师父不可以不孝也。唉，三纲五常，乃人立身之大经，为人人之不可以不知，是以众人才有孝子之门也。哎呀，人家在哭闹，你还笑呢？每日送往人来打卡呗，闻香开头祭祖先，岁岁恭敬听教诲，围动下来读圣言，证明掉落的丑闻上，好待我丢灰莫月三苦言。在悟空他人来进过去，没有法子呀。唉，不顾把人给哭。二爷，我请你当孙子。行啊，你这眉毛是热天的画成这个样子啊？我自己画的。哎呀，画的一点也不美，我来替你改画一下。哎，你就让我加门吧。好，谁让你画吧？那个美颜生的好可以学习我的在人了吗？我偏要把你画的像林妹妹一模一样。在门屋子里就是他为模样。但是二姨从着他的缘故，二姨你呀，红王万他不家的，子子的奴婢花双眉，方家真情说你不言，老爷知道。
了，来，脱下一件衣服吧。咦，这条围巾是哪里来的？我怎么从来没有见过啊？是个朋友送给我的。是什么朋友？竟送这样的东西？哎呀，你少贵一些好不好？哎，又不自己叫他什么三教九流的上罢了。不是我家而言，又做了些什么莫让神的事业，这有些风风雨雨，该上头知道，又免不得把红萝卜拴在垃圾场上，叫我们做奴婢的回事。你怕什么？我做的全是正经事，又不去违非做的。不瞒你说，中人亲王府里有个唱戏的，名叫齐国。这条黄巾是他送给我留着纪念之物。唱戏的？那齐国从小的呀生过，11岁马进西班牙古步，13岁他已在玉门深似海，进了中人亲王府。到如今他名满天下，你超穷，谁能知带下来的台上多？他自却陪醉心不过，心不过，令人当作王爷奴。我有缘相识好呀有。又梦他人我环境天下路。哎呀，他已经有妻子去交朋友，做他这种事情，哎呀，你上下为你先不分，经过他拼音名声才遍布，沙牌老爷来自家，家法事务上得过。哟，与唱戏的小姑朋友，这难道是犯了什么大罪了吗？我比年与他听，与唱戏的往来有什么处？啊，八姑娘来了。八姑娘，请啊。什么？不欢迎客人吗？哦，宝姐姐来了，来，宝姐姐请坐啊。你们刚才讲他这样年呢，在谈讲些什么？八姑娘，你看，他就戏子也去交朋友呢。戏子这玩得了么？八姑娘，请用啊。哎，是呀。宝兄弟要趁我戏子去交，那倒是叫人会心呢。宝姐姐，你不要听这些话。宝姐姐，我近来做了几些心事，请你去看看。二爷，二爷，什么事？老爷叫我来传话，是家里头老爷明日一早要来拜访，老爷叫二爷准备，明日好去会客。又是会客？这是老爷吩咐的吗？宝姐姐，老爷每逢接待宾客，总是要我一杯茶，你说这为的是什么呢？那当然是你的人在册中，身家两母呢，谁不想见见你？我不过是一个做中有做的做人罢了，哪里配叫人娘母？哎呀，你忘了，自己原是个贵妃娘娘的领地，怎么不叫人娘母呢？我真不牛我那些落多门来哇！哎呀，宝姑娘，你倒听听，哪有个人不牛我做官一生往来，却有戏子交朋友的道理？这倒真要给一给谁对？宝兄弟。上夜到子呀，他来进，谁不
好姐姐，老太太要问过吧，真没人，你去问过吧去吧。我难道是栽培人家问过吧的吗？哎呀，宝姑娘，你休要去听他这些，神仙好听劝他，他总是骂神仙什么落度，你想怎么怨得老爷不生气呢？我醉了。哎呀，宝姑娘，你再说一回去吧。不用了，我快快姨娘去。宝姑娘最好。哎呀，宝姑娘最好，宝姑娘最好。宝姑娘啊，真是心地宽大，与我一样，真叫人敬重。今天呀，因儿是宝姑娘，要是为了林姑娘啊，又不知为什么样意。林姑娘从来不是这些文章啊！啊，难道这是文章话吗？想不到穷流贵国之中，因为传上了这种风气。哎呀！